大家好，又係我軍事炮彈熊。喺你前面嘅呢一把係 COLT 公司出產嘅 M1911A1 PB 彈手槍。M1911 手槍係由約翰布朗寧設計嘅，喺1911年開始生產使用嘅半自動手槍。佢發射.45 ACP 彈藥，使用槍管短行程後座作用嘅槍機，槍口初速251米。有效射程50米，標準彈夾有7發子彈嘅。喺1911年，佢取代咗好多嘅左輪手槍，成為美軍嘅制式手槍。M1911有幾個好處嘅，包括.45 ACP 彈藥嘅威力巨大啦，制止力會好好啦。喺當時嘅情況嚟講，佢嘅人體工學算係非常之好嘅，可靠性亦都比較上高，所以 M1911喺1911年出世嘅時候就成為咗美軍嘅制式手槍，維持咗70幾年。喺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推出咗 M19A1，即係你哋面前嘅呢一把手槍。M1911A1 改進咗佢嘅扳機啦、準星同埋好多嘅地方，讓佢更加可靠、更加好用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，佢亦都服役咗好耐，亦都生產咗好多嘅手槍，好多嘅 M1911A1 出咗嚟。我哋喺電視同埋電影上面見到嘅手槍通常都係 M1911A1。喺70年代，美軍用貝雷塔 92FS 取代咗 M1911A1。因為佢採用9mm 彈藥，而.45 ACP 開始少人用。但到咗依家，仍然都仲有人用 M1911同埋 M1911A1 去作為佢哋嘅配槍去使用。M1911有幾個改版嘅，包括 MEU、M45A1 等等。M1911都有一啲唔好嘅地方，包括彈夾只可以裝7發，雖然佢後來係可以改成裝9發甚至更加多嘅子彈，有時候會走火，但係通常都係一啲老槍先至會發生啲咁嘅情形。M1911參加過一戰、二戰、中東戰爭、國共內戰、越戰、韓戰、兩伊戰爭、海灣戰爭在內嘅多場戰爭，到依家都係一把非常之可靠嘅手槍，大家好中意呢一把嘅手槍。M1911可以服役到咁耐，亦都係因為佢嘅可靠性先至可以維持到咁耐。好啦，我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